件事的时候，都得检查个人的存心对不对。如果能按神的要求做，跟神的关系就正常了。这是罪的标准。接着你查看自己的存心，若有不对的存心出来的时候，你能背叛他，而且能够按神的话去行。这样你在神面前就成为一个对的人，就成为一个对的人，说明你和神的关系已经正常了，所做的一切都为了神，不是为自己。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，说每一句话的时候，心能摆对，行事公正，不随从情感，个人意思行事，这是行神之人的行事原则。在一件小事上就能显明一个人的存心，一个人的身量。在一件小事上就能显明一个人的存心，一个人的身量。所以人要进入被神成全的路，要进入被神成全的路，首先得解决人的存心，解决与神的关系。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，才能被神成全。神的对付修理，管教熬炼，在你身上才能达到应有的果效。就是说，人的心里能够有神，不为个人利益追求，不为个人前途着想，而对生命进入有负担，竭力追求真理，顺服神的做工。这样你追求的目标对了，跟神的关系就正常了。你能不能被成全，被神得着，都是根据你与神的关系是否正常来决定的。